国民党的立委要推动修法，让各大核电厂若要继续放，申请免受时间的限制。早起核安会去立法院报告，核安会主委陈东勇表示，伊尊重立委提出修法，不过若真实要放任核电厂继续放，核安会是绝对会严格来审查。 国内过去有3座核电厂咧放，其中核1甲核2已经除役，核3厂2部机组的执照也伫今年甲明年到期。早起核安会立委陈东勇去到立法院业务报告，国民党立委甲问讲，核能到底有安全无？核能是安全的能源吗？有发生事情就是不安全嘛，哈，那个没有发生事情是安全。主委陈东勇解说，核能是安全的能源，这句话需要真侪条件来做基础，无配合立委的提问，不过搁伫立委的要求之下，画出核安会会为人民确保核能安全。若准核电厂要延役，安全敢通挂保证？每一个核电厂就像每一个人的健康情况，跟他的 过去的运转的情况，都是要个案来看。针对已经有真侪国民党立委提案要修法，取消旧核电厂延役，必须爱伫执照到期前5档到10档提出申请的规定。核安会表示尊重，不过环保团体烦恼审查时间若缩短，恐惊影响安全。核安会强调安全会做大先。 如果是要走到审查这一步，核安会会秉持相关的法规，严格审查。 目前国内法规规定，核电厂要伫执照到期前5档到10档提出延役的申请，是参考美国核能管制委员会 NRC 的做法。若修法取消时间的限制，敢会缩短审查时间。核安会强调爱看电厂的状况，包括台电申请资料敢有完整，旧零件敢会当换新等等的因素，拢会影响到审查的时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